讓我將啲字寫得更靚，同埋可以練習啲書法。借着呢次嘅書法活動咧，令我就增加咗對書法嘅興趣同埋知識。这次的活動對我來說意義重大，就是可以讓學生都學到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，還可以就是練習我們對毛筆的敏感度，就是這個課程。